立法議員梁玉華提出書面質詢當局會唔會檢討同完善安老照護服務，以及獨居長者緊急救援機制不足嘅地方。梁安琪報導。立法議員梁玉華喺質詢中指出，根據報道，春節期間14日入邊，山頂醫院共錄得37名長者死亡個案，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當中安老照顧服務以及獨居長者緊急救援機制不足嘅問題，更加係焦點所在。梁玉華就今次事件質詢相關部門會唔會從中吸取經驗，就事件涉及嘅各個環節作出檢討，以及加強相關工作嘅應變協調能力。同時喺關注社區獨居長者喺遭遇突發情況嘅時候，緊急救援機制係咪完善？裝設平安鐘等類似嘅緊急救援設施，等佢有需要嘅時候第一時間作出求救固然重要，但唔少長者對於社會資訊嘅接收比一般民眾更為困難。梁玉華質詢當局係咪對本澳所有嘅長者情況，尤其係社區入邊嘅獨居長者有全面嘅了解，會唔會透過同民間服務機構合作，構建全面嘅獨居長者資料庫，完善現有緊急救援機制創設條件。另外，梁玉華想知道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喺一啲突發性疾病發生嘅時候應該發揮乜嘢角色，具體做咗邊啲工作，會唔會檢討現有疾病通報機制。澳門電視台記者梁安琪報道。